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Hi-Fi 發燒台，我係 Lee388。各位 Hi-Fi 發燒友，唔知有冇睇我之前咧同大家分享過咧加拿大嘅品牌1877風爐 Sofino， 佢哋一款咧 Midas Go 嘅旗艦長臂線啊。咁啊，當時咧我試完之後咧，我都覺得佢真係有料到啊。咁啊，又有唔少朋友咧睇完條片之後咧，佢就問我啦，Lee388 Sofino 咧除咗長臂線之外咧，佢哋其他線材咧有冇邊一款咧玩得過啊？咁啊，既然大家都有興趣咧，咁我今次咧就同代理咧借晒佢哋成套旗艦系列咧，翻嚟同大家分享啊。咁啊就係我面前呢套咧 Sofino 嘅頂級旗艦 Silver Dutch 系列啊。咁有呢個 XLR 嘅平衡線啦，咁有呢個喇叭線啦，咁同埋呢個電源線啊。咁啊，今次咧出動到呢個旗艦咧，就係想試盡呢個 Sofino 嘅表現啊。咁啊睇下呢套西裝線咧，會唔會咧同我之前試嘅長臂線一樣咧，令我覺得咧真係有料到啊！咁啊，如果大家想知咧，咁就唔好行開嘅睇落去啦。咁同埋咧，未開始之前咧，如果大家睇條影片咧，仲未訂閱 Hi-Fi 發燒台咧，就快啲訂閱啦。咁你訂閱咗之後咧，就會收到好多影音相關嘅資訊啊，同埋呢個發燒嘅家訪啊，仲有唱片嘅分享。好啦，唔講咁多，去片。之前咧喺呢個 Midas Go 旗艦長臂線嘅影片咧，我都有介紹到咧1877風爐 Sofino 公司嘅背景啊。不過今次咧再簡單咧重溫一下。咁啊，依間公司咧係嚟自個加拿大啊。咁啊個名咧確實有啲長，有啲複雜啊。咁啊首先咧點解叫1877咧？咁原來咧1877咧係一個年份嚟㗎，係愛迪生咧發明嘅留聲機嘅年份啊。所以廠方咧就用咗呢個年份嚟到命名啊。咁啊純粹咧就向呢個黑膠嘅源頭致敬啊。咁另外啦，佢哋叫做呢個風爐。咁起家嗰陣時咧，佢主力咧就提供嘅黑膠相關嘅配件同埋線材咧，比其他出名嘅音響嘅品牌啊。所以佢哋咧研究呢個高級線材咧，已經有相當嘅經驗啊。咁啊，最重要一點就係咧 Sofino 嘅老闆同埋兼設計師咧 William 咧，佢本身咧喺呢個大型線廠裏邊咧係工作咗好耐啊。咁可以話咧喺呢個紅褲仔出身啊。咁佢對於呢個金屬嘅冶金學啊、絕緣物料啊，以至咧呢個線材嘅攪合結構咧，都擁有咧相當之豐富正統嘅實戰經驗啊！咁啊，正正咧，因為佢喺呢個技術派啊，咁同埋呢個實戰出身啊，所以咧 Sofino 咧有好多咧其他新興嘅線廠咧，佢哋冇嘅獨門嘅秘方啊，咁同埋一啲好重型嘅機器啊。今次試聽咧，呢個咧都係廠方嘅旗艦系列啦。咁呢3款 Silver Stud 咧，佢線材咧都用到廠方咧最頂尖嘅核心技術啊。咁喺度咧，先簡單直接嘅方式咧，同大家歸納出咧佢2大嘅技術特點啊。咁啊，第一啦，就係佢哋咧獨家嘅 H-Wound 嘅攪合技術啊。咁一般線廠咧，佢哋嘅攪合機器咧，只能夠咧將呢個線芯咧簡單咁攪合埋一齊啊。咁但係咧 Sofino 咧佢哋嘅 H-Wound 嘅技術咧，係將呢個導體以微精密嘅角度咧，繞住線芯嘅中心咧，去進行呢個反方向嘅攪合啊。咁以呢個 Silver Stud 嘅線材嚟講啦，咁喺1米嘅長度咧，佢哋內部咧就可以咧攪合到咧高達16000個圈啊。咁樣做法有啲咩好處啦？咁啊可以咧令到所有咧導體之間嘅排列咧都非常緊密啊，咁完全冇空隙啊，咁有效咧就減低個高頻傳送嗰陣時咧個雜呼效應啊，咁令到信號傳送咧個速度一致，咁啊背景咧更加乾淨啊。第二咧就係佢哋極之出名嘅 Ultrasonic 7 Thermal Processing 啊，咁啊當呢個導體咧喺呢個陶瓷模具咧拉成單支線之後咧，一般咧都會有呢個雜質咧留喺個表面㗎。咁啊 Sofino 咧就將呢個導體咧送入呢個超聲波清洗室，咁用多種咧特定嘅超聲波頻率咧去徹底咧清洗金屬表面嘅殘留嘅雜質啊。咁啊洗完之後咧都未算喎，佢哋咧仲會進入呢個第2個階段啊，係超聲波煲線啊。咁啊透過咧調高嘅電壓咧，去到剛好咧低於個導體嘅臨界點啊。咁啊利用呢個物理共振咧，令到金屬分子咧排列得更加整齊啊。咁啊，廠方話啦，咁呢個工序咧出嚟嘅效果咧，就等於咧幫大家條線咧提前咧 burn in 咗3至40個鐘啦。之後咧再經過咧-186度去到呢個-196度嘅深層嘅冷凍處理啊，咁啊釋放咧金屬分子裏邊嘅應力啊，
所以呢套線咧雖然睇佢好似好粗壯啊，但一開聲咧啲聲音咧都非常之自然㗎。咁啊，睇見呢3款線咧個線身咧都非常之粗壯啊！咁啊拎上手咧都好有份量感啊！咁啊，所以咧機背咧都要預留啲空間咧俾你走線啊！咁我咧今次咧逐一咧同大家講下呢3款線佢嘅具體結構啊！咁我首先咧講下呢個咧平衡線啦。咁呢個平衡線咧佢裏邊嘅用料咧都非常重手啊！咁啊用咗2支 OCC 單結晶嘅銅線啊！咁外邊咧各自咧用呢個 H-wound 嘅技術咧去繞上咧 OCC 嘅銅線啊！咁啊，導體外邊咧，再加入呢個石墨烯作為呢個絕緣，同埋呢個防靜電嘅屏蔽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石墨烯咧係目前呢個科技界咧導電率最高、屏蔽嘅 EMI 同埋 RF 干擾咧最強嘅神級物料啊。咁啊 Sofino 咧係首批咧將呢個石墨烯咧應用喺呢個音響線材嘅廠家之一啦。咁啊，除咗石墨烯咧，仲有呢個 Teflon 同埋由呢個 Mylar 編織嘅屏蔽網咧，等呢個屏蔽咧同埋呢個絕緣咧做到最好啊。咁啊，再外邊咧，仲有呢個多層嘅保護套咧，去保護同埋吸震啊。咁啊，插頭方面咧，佢哋用咗自家特別製造嘅 XLR 嘅插頭啊。咁外殼咧都相當之紮實啊。咁啊，可以做到呢個防震啊，同埋呢個防干擾嘅作用啊。咁同埋咧，睇到個鍍金位咧，都用咗好厚嘅鍍金。再睇埋呢對喇叭線啦。咁呢個喇叭線嘅外徑咧有24 mm 啊。咁啊，真係非常之粗壯啊！咁外層咧就包咗咧非常高質素嘅多重編織嘅防靜電網套啊！咁內部嘅導體咧就用咗2支咧10 AWG， 即係直徑咧去到2.588 mm 嘅 OCC 單結晶嘅銅線啊，即係非常之粗啊！咁啊，再用呢個 H-wound 嘅技術咧，係將每米咧嘅 OCC 嘅銅線咧喺外邊咧繞上呢個16000圈啊！咁啊，真係好誇張啊！咁同埋咧，佢外邊嘅屏蔽嘅結構咧都好複雜啊！咁啊，除咗呢個石墨烯啊、Teflon 啊、LDPE 嘅電介質啊，仲有高密度嘅 EVA 嘅避震環套啊，可以咧隔住外邊嘅干擾啊！咁啊，最重要咧就係線材咧，佢本身咧完全唔會儲存呢個靜態嘅電流啊！咁啊，確保咧大電流傳到去喇叭嗰陣時咧，都唔會受到呢個阻礙啊！最後咧就到呢個電源線啦，咁呢個電源線咧都相當之粗壯啊！咁啊好嘅電源線咧就要講求咧高電流嘅傳送，同埋咧可以防止外來嘅干擾啊！咁佢內部咧就用咗3支10 AWG 超重量級嘅 OCC 單結晶嘅銅線啊！咁啊再用上咧以佢哋嘅獨特嘅 H-wound 繞上咧 OCC 嘅銅線啊！咁啊，加上咧獨立嘅石墨烯啊，同埋呢個 Teflon 啊，多層嘅絕緣同埋屏蔽，咁啊再包上咧高密度嘅 EVA 嘅避震環套咧去吸震啊，咁啊插頭咧更加用上咧佢哋自家製作嘅旗艦級嘅電源插啊，咁啊金屬接觸面咧都經過深層嘅拋光之後咧再導水嘅口金啊，咁啊確保咧接駁位咧嗰個電阻咧可以最低啊，咁所以咧呢2樣啦，頭先講到呢個高電流嘅傳送同埋屏蔽咧，佢都做到足噶啦。咁啊，既然 Sofino 公司咧都係叫風爐咧，所以今次咧我就用晒呢個黑膠嚟試音啊。咁我用咗呢個咧嚟自德國嘅 SDST 直區懸浮黑膠唱盤，配咗支 Gans 嘅唱臂，咁有支咧 Face Mason PP2000嘅 MC 唱頭，咁啊唱放咧可以話香港之光嘅 Redmi Starlab 嘅 Monologue。咁啊合併機咧就係呢個 Audiofice FL10 Mark II 啊。咁啊喇叭咧就用呢個 Magical S3。咁我相信呢套組合咧配呢套線咧絕對唔會失禮啊！
咁我先將個電源線咧就接咗落去 AudioFight 合併機同埋呢個 Webin Starlab 嘅唱放度比較下，咁我發覺咧呢款電源線咧插啲咧大電流衰索嘅器材咧會更加啱啊，所以我最後咧決定咧就用喺呢個合併機上邊啊。咁啊平衡線咧就駁咗呢個 Webin Starlab 嘅唱放同埋合併機之間，咁而喇叭線咧就接咗呢個 Magical S3，咁啊全套線咧就各就各位，正式開聲。當成套 Safino 頂級線材咧接咗嚟開聲之後咧，俾我第一個感覺咧，或者第一個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極之宏大嘅能量感同埋密不透風嘅聲音密度啊！咁啊音場嘅立體感同埋畫面咧都非常震撼啊！咁啊當播呢張咧 The Original Source 嘅馬勒第四交響曲啊，第一個樂章啊，咁已經呢個 Magical S3咧營造出嚟嘅音場咧，被徹底咧撐闊同埋撐深啊！咁啊最厲害嘅地方咧，雖然音場咧拉得好大啊，但係中間嘅密度感咧一啲都冇變薄啊！咁樂器嘅質感啊都非常之實淨同埋立體啊！咁可以咧清清楚楚咧睇到管弦樂團咧由前去到後咧嗰個層次排列啊！咁啊前排咧就係呢個弦樂組，中排咧就木管樂，後排咧就銅管樂，去到最後咧就係敲擊樂，全部都可以話咧井井有條啊！唔知大家咧聽到呢款線個名叫做 Silver 咧，會唔會擔心呢啲高頻咧好尖好刺耳啊？咁啊，大家可以唔使擔心啊！咁我試聽過之後咧，完全冇呢回事啊！咁我聽翻咧同一張黑膠咧馬勒第四交響曲裏邊嘅第四樂章咧，咁有呢個次女高音嘅獨唱，同埋一個弦樂組嘅高音齊奏啊！咁嗰種咧高頻嘅伸延咧係非常之順滑自然同埋流暢噶。咁啊相信咧得益於個 H1 嘅技術咧，咁啊加上呢個單結晶銅啊，咁啊高頻咧帶有呢個光澤感，但同時咧人聲都好有肉地啊，咁啊非常結實有血有肉噶，咁完全咧唔會覺得好乾好硬嘅感覺啊！之後咧播翻同一個系列，咁呢個咧係伯恩斯坦咧呢一張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大編製嘅弦樂版啊，咁啊當呢個維也納愛樂咧成組嘅大提琴同埋低音提琴咧一擁而上嗰個時候咧，可以展現出一種咧極之深沉有彈性，而且速度咧係極之快嘅墊底嘅低頻啊，咁佢唔會咧俾你一種咧一嚿嚿肥大含糊嘅感覺啊，咁而係將呢個低音提琴嘅擦弦嗰個震動啊，琴身嗰個共鳴線條啊，清清楚楚咁咧還原翻出嚟啊！咁呢一種咧舉重若輕嘅低頻能量咧，令到成個樂曲咧嗰種悲壯啊，同埋呢個感染力咧都大增啊！同埋喺嗰種弦樂聲咧，真係可以將成個人包圍住咁嘅感覺啊！今次咧試聽完 Safino 呢幾款線咧，佢哋嘅優點咧可以話顯然易見啊！咁以佢嘅技術含量同埋佢嘅做工，加上出嚟嘅聲音效果，如果放喺啲名廠線上高咧，一定要俾多啲品牌日價。咁啊，至於價錢咧，大家都睇翻下邊嘅說明欄。咁啊，聲音方面啦，咁啊絕對咧配得起個旗艦啊！
佢有好嘅分析力、寧靜嘅背景同埋極快嘅反應速度啊。咁啊，同時咧亦都可以保留翻有厚度感、飽滿嘅音樂感啊。咁啊，至於缺點啦，就係線身咧確實有一定嘅份量啊。如果你器材架後邊嗰個空間咧稍為狹窄咧，真係要慢慢遷就咧先可以插得到線啊。好啦，今次關於加拿大 Safino Silver Dart 銀標嘅旗艦線材咧嘅分享咧就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咧又問問大家，如果俾你揀，你喺自己套音響組合裏邊咧，你最捨得投資或者覺得咧最影響得最大嘅線材咧，會喺個電源線啦、信號線啦，定係呢個喇叭線啊？咁啊，歡迎咧下邊留言咧話我知，咁啊一齊交流下呢個發燒心得啊！咁啊，大家臨走前咧都記得咧幫我撳個 like。咁啊，當然啦，如果想請我飲杯咖啡咧，支持下我哋拍多啲好嘅片咧，亦都可以撳一下咧下邊嘅 Super Fan， 或者咧 scan 一下畫面上嗰個 QR code，成為我哋嘅忠實會員。好啦，今次嘅分享咧就到呢度啦，下次見。